10點半喺街，所以即刻入去排隊狂點，一直點唔入，跟住翻到屋企立即轉電腦，一冇仲衰，死晒啊喂！死晒大佬！唉，點搞啊？唉，咩啊？佢而家係你睇下話咩？死晒！死晒啊喂！死晒大佬！唉，點搞啊？唉，責無可守，受晒。而家幾多點啊？12點咋喎？責無可守，又俾黃牛買晒。所以點解我要去第二頭買？香港真係完全唔掂，完全未入過去。人哋新加坡呢，可以真係入到去一個佢俾你半個鐘頭之前入去等候，去到個等候區，到咗夠鐘呢，佢自動你唔需要你操作，佢自動同你分流排隊，跟住呢，排到你啦，你就開始揀位，冇限到你時間揀位，但係付款嗰頭佢有限時嘅。你睇下，責無可守，責無可守，黐線啊！全部1、2、3，有冇可能啊？你話1個鐘頭內3人賣晒，你諗下香港，唉，真係黃牛嘅天下，內部黃牛天下。